自去年常态化运营以来，蓝莓国际跨境客运交出了亮眼答卷，累计发送旅客超2200人次，成为蓝莓水道上的黄金航线。把中国的关内和泰国钦圣、老挝金三角连作一体，成为了一条比较便捷的水上通道。从原来不足每一趟25人，现在呢已经跃升到接近50人，实际上增长是比较明显的，形成了稳定的客流。作为一条国际水上通道，便捷的背后更需要安全的支撑。游客出行呢，最大的就是安全和舒适。自从2011年开通了中老缅泰巡航，在湄公河上航行，任何的安全突发的事件，四国巡航机制的人员半小时之内可以抵达。随着东南亚文旅市场的全面复苏，这条蓝莓水道的独特魅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。这条航线它实际上是一船游四国。目前的东南亚的旅游持续的火热，国内以及泰国和老挝的很多同行都来找我们进行洽谈。我想大家共同努力，把这条东方的多瑙河呢打造的更加丰富，把整个的旅游的舒适度、体验感做极大的提升。这条流淌着机遇的东方多瑙河，正成为区域文旅融合的新纽带，向着更丰富、更精彩的文旅新图景全速起航。